各位兄弟平安，请咱闭目心，开始来今日的敬拜。手机啊，请关机。上主啊，对着来等等我，求你照你的公义，带我行正直的路。即时，请咱起立，用献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来称赞咱的上主。请起立。来修行。
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通过你的话语对阮讲话，调整阮的性命，通有基督的模样，勇敢承认家己的失错，佮用性命展现你的慷慨佮怜悯，伫生活中宣讲毋忘的信息。愿你的话语照光即个黑暗的世界。亲爱的主先生，求你引带阮怎样敬畏你，使阮谦卑顺服的心，顺服主伫阮的心中掌权做王。主上帝，伫阮的中间，有人拄伫面对生活中各种的挑战，有诶是病痛，拄伫甲病痛对抗。也是拄伫恢复中，有人伫做兵，有人伫承受照顾厝内人破病的压力，求你甲因三角同在，赏赐因有平静的心，互因离开行行。特别为着郑松之弟兄、林素儿姐妹、林子堂弟兄、林秀慧姐妹以及胡淑如姐妹祈祷。求主帮助因，伫各种困境中，会当专心仰望你，得到你的帮助甲安慰，心内有对主来的平安、喜乐甲坚强。但愿为今仔日的礼拜，甲张光炎牧师来祈祷，求主祝福张牧师，互伊喙所分享的话合你的心意，佮互听的甲讲的，大大得到快乐，大大得到利益。感谢主听阮恳求的声，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祷，阿免。重新来启演，启演文第12篇，启演文第12篇，也就是诗篇40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引。我耐心叹号上主，伊有暗耳通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限期，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予我徛伫石磐顶，予我的骹步安稳。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伊一人看着就变为来信靠伊上主。最声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伊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啥人会当甲你比？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要讲嘛讲袂了。这事甲礼物你无爱，烧化济甲俗济济你嘛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所以我应讲，我伫遮。最声。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你的律法伫我心内。这是咱来共听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13节。我来读，你毋是地上的羊，羊若失味，要安怎互伊搁咸？羊失味就无路用，只有稀撒，互人吞打。这是主日学要带咱来学乐上主。因所要用的诗歌是靠主恩典奇妙快乐第部号。插播一下，2620的车主，2620的车主，麻烦您移车，谢谢。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纳。今仔日为咱接待的是张公元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恁是地上的羊”。将时间交予牧师。伫下要讲到以前，因为今仔日是文艺团队纪念主日，所以咱大声来看一个影片。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雕刻艺术作品需要透过艺术家的针仔一针一针嵌入插头的内底。才会当雕刻出符合创作者心意的作品。信仰的塑造嘛同款，文字艺工就是这支针仔，透过一个字搁一个字的雕刻，嵌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来扶持帮助人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生。台湾教会公报就亲像这支针仔。伫台湾的社会内底，透过全台湾第一份报纸，探讨信仰、提升教育。公报社透过每一个礼拜发行10万份的更新周刊，阁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美好卡页画本，用上真实的生命见证，分享上帝的同在。基督的信仰是辛劳幼稚园教育信念的中心。阮瓦克听的源头，甲主同工落实生命教育伫生活中，想要培育出一个心内有疼、阁有自由的心灵，会当认捌家己，也知影欣赏别人，尊重环境。疼一块土地的囡仔。伫140年前，也就是主后1885年7月12日，台湾教会公报开始来发行。了后的7月19日，巴克利牧师伊也到伫屏东理论地区，伊为着保护信徒的安全，甘愿被人破坏。伫今年的3月。阮所有同工到伫理论地区，阮做伙伫遐来体会到巴克利牧师当时甘愿被人破坏、忍受迄款的一个屈辱。巴克利牧师所坚持的精神，也就是阮140年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所一直咧坚持，用行动、用文字，甲咱所有的台湾人民徛做伙。一个装备较全、佮活泼的教会。就是需要有独立的文字出版的机构，所以伫遮我要特别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请你甲阮做伙来经营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来补足帮助阮每一年拢欠缺5000万的事工费用。愿主赐福咱大家。多谢咱贵教会过去年拢为着。文艺团队纪念日的时阵，为了台湾公报社来支持台岛佮奉献。今仔日我代表公报社，甲咱教会正向的姊妹表示致谢。今仔日嘛唤起咱大家搁再一摆来关心为因祈祷以外，咱来支持为了因来奉献。所以伫咱的招报内面，嘛有迄个因的单吼，咱会当家己来看。教会公报社的需要，咱尽量为因来奉献，这是我今仔日来的目的。
过会我过去捌来一摆吼，林牧师来时阵，我捌来一摆是足侪年前啊吼。今仔日过来一摆受派来到咱遮，感觉非常欢喜。所以今仔日伫遮要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所讲：恁是地上的盐，恁是地上的盐。有一个人问美国一个真出名的大报道家叫做穆迪穆迪吼穆迪。甲伊问讲，基督徒敢会使食薰？穆迪甲伊讲会使啊。安尼不过伊是一个互薰所污染的基督徒。事实上，上帝无因为某人食薰就毋承认伊是伊的囝儿。像如讲一个囡仔体格软弱所穿的衫真破烂、真垃圾，伊的父母嘛袂因为安尼来毋承认伊是伊的囝儿。毋过是袂通比得讲一个真整齐、真清气的囡仔，遐尼可爱那定。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清清菜菜，也是讲清清菜菜做一个基督徒，嘛是基督徒；认真做基督徒，嘛是基督徒。毋过，一个是互人失望、互上帝忧闷的基督徒，一个却是互人真尊敬、上帝所喜意的基督徒。到底你要选择，你要做什么款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凊彩，还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这真正是值得咱做一个基督徒的人所得爱常常反省、深思的一个课题。耶稣对军队的人讲：“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去安怎互伊咸？盐若失味就无路用，只有稀释，互人吞达。咱知盐就是日常生活中间袂通无的物件，非常平凡，嘛无真贵。耶稣真有智慧，引用这个人上容易领悟的字眼盐来阐明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一个奉献佮无自私的人生观，实在是非常的奥妙。所以我再去用“恁是地上的盐”做题目，对3方面来讲起即句话所互咱的启发甲教导。第一项，也是讲恁爱正做盐，有滋味的特质。马太5章13节，耶稣明明甲咱讲：“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去安怎互伊咸？盐若失味就无路用，只有稀释，互人吞达。”耶稣就是要求咱信徒伫日常生活中间，就正做盐，会通有盐迄款的滋味、肯牺牲的特质甲精神。所以咱对两方面来想讲，要安怎样来达成耶稣对咱即个期待。第一点就是发挥盐迄独一无二的特质。耶稣讲：“恁是地上的盐，盐所以会受人遐尼重视，就是因为盐会通发出迄个咸的滋味。就算讲山珍海味，什么款的料理、青草，若无盐，安尼一定是白请无滋味。盐是人类生活中间袂通无的物件。耶稣就是伫讲起咱每一个信徒伫世间，譬如咱着做盐，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徒伫即个充满罪恶的社会中间，信徒所得爱承担的使命。基督徒伫日常生活中间爱活出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美德，拄着像盐有迄个咸味的特质。检查咱会想讲，咱伫遮尔腐败的社会中，只有我一个人圣洁，只有我一个人无收红包，只有我一个人真正清气清廉。
安尼咁会通挽救即个社会的风气嘛？咱常常有即款的朴实的思想，就是互咱基督徒袂通无受环境的影响，要顾伊会通有迄个真正圣洁的品德，等到会渐渐甲即个世俗同流合污，失去迄个盐的特质。其实咱伫迄个道德遮尔渐渐咧腐败的即个社会内面，佫较需要有咱教会做基督徒的人的美德来感动、感化、感染其他的人。捌有一个高中生甲我伫分享伊的经验，互我身为一个牧师的人，深深感觉安慰。伊讲月考的时阵，差不多全班拢总考偷看，北京话叫做作弊哈，偷看，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分。有一个同学要求伊讲，要爱参加因规班迄个偷看的行列。做是即个学生啊，伊拒绝，伊应答的理由是讲，我的良心会不安呢。我甲伊问讲，因敢知影讲你是基督徒？伊讲当然知啊。列位，这么值得娱乐称赞的一个青年学生，伫日常生活中间会通活出因为基督的信仰来有迄个独一无二的滋味，这就是咱所应该爱有的期待啦。第二点，就发挥迄个牺牲的特质。耶稣讲，你是地上的盐，盐伫日常生活中间就是互食物变做有迄个好食下味。有真侪食物，若无盐掺落去，安尼就无好食。无盐比较上是个食较袂落去。当然，咱现代人拢话是拢根本无咧掺盐吼，无盐。像我住伫三街安养中心的内面，过去哦，拢是真正。迄个食物吼，迄安尼逐日逐顿的菜出来吼，我看到、闻到，佮食落去。我去个头个半冬久吼，吐6摆，无当你随食随吐，吐规碗公的，迄顿就无食，遐菜就无法度啊。所以即摆有较改善吼，伊读书嘛有改，留我较有滋味，所以我分互我的物件，我差不多拢食了了，吼，食了了，所以我即摆有较限量啊，有较肥啊，即摆我要瘦拢受不了，人讲受不了就瘦袂落去啊，吼，我会通改善我的食物吼，就是讲物件若无白食无滋味吼，安尼看到、闻到吼，就安尼怪怪吼。差不多，阮遐个人拢食袂落去。阮遐个人拢阿公阿嬷拢安尼讲，哎呀，较苦食，就时间到啊吼，11点半下晡时5点半都爱起哩，爱起哩食饭，无起哩你嘛无通食，无要去食倒，无要食啥，腹肚就枵啊，所以嘛较苦食，所以加减食一点嘛，倒头角的比食落较济啊，吼，表示讲。白食无注意无好食，若有迄个咸味，安尼比较较好。所以咱普通逐个人拢是讲，哦，即尾鱼真好食，鸡肉足好食，即盘菜足好食，毋捌听到人咧讲盐好食。所以盐伫食物中间根本就是一个牺牲品啊。耶稣讲，恁是地上的盐，就咧说明讲，人基督徒人生的基本态度，就是爱效法学迄个盐，牺牲家己，成就别人，这种的精神。盐所以会产生功能啊，就是在伊会当扬
伫一切食物的中间，虽然看袂到，但是你会通谈到伊的咸味，安尼互咱会感觉讲较好食。啊，所以其盐吼，实在伫食物的中间是一种的牺牲品，无求报答，只有点点啊造福人群。所以基督徒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嘛是得爱问讲，我为着这个家庭，为着教会，为着社会，会通贡献什么？毋是问讲啊，我会通对家庭、对教会、对社会来得到什么？对着安尼，互我想到伫13世纪一个真出名的 Francis， 咱称讲圣弗兰西斯吼，法兰西斯，圣弗兰西斯，这个人啊，伊的祈祷文哦足出名，嘛有作诗嘛，真侪人安尼甲伊写起来吼，啊搭伫边安尼吼，啊这圣弗兰西斯，法兰西斯伊即个祈祷吼，伫咱的圣诗内面，圣诗476首的美，嘛有安尼翻译做台语吼。当然北京语嘛有啦，圣诗拢有哦。咱现476首的美，啊这美哦，咱的圣诗的美，咱拢上过讲，讲什么？咱过去咱 A 调、B 调，安尼拢讲了毋对去，无依无顺吼。即嘛，咱即嘛 A 就是迄首圣诗 ，B 啊就是甲即个 A 有关系。一个祈祷文，还是迄个一个刻印文，还是一个图片人画图吼，甲顶悬迄首有关系内容的迄个诗吼，还是祈祷文，还是刻印文等等迄款的资料啦吼，毋是无关系，是有关系。所以有时阵美会通来应用伫 A。咧吟圣诗迄首诗的时阵，下面迄嘛会通用。啊，伫迄个476首，伫遐的美啊，有伫遐讲至诚的主啊，但我较毋是追求受安慰，是要去安慰人；较毋是追求受了解，就是要去了解人；较毋是追求受人疼，就是要去疼人。迄是咱即马圣诗的翻译吼。所以伫遮就是甲咱讲起基督徒所着活出的见证。就是在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爱做一个有贡献、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这就是咱所应该爱有的自我期待啦。耶稣讲：“你是地上的盐，因为咱是盐，所以伫家庭、伫教会、伫工作环境、伫社会活动的中间，咱来发挥盐的特质，咱就用正做盐。”有迄个盐的滋味，即款的精神来活出即款的信仰的滋味啊，轻点点做一个有贡献、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这就是咱对主耶稣今仔日对咱讲，你是地上盐的对咱的期待。第二项就是着叫做盐有迄个调和的功能。耶稣讲：“你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安怎互伊咸？盐若失味，就不落用，只有稀释，互人吞达。”耶稣要叫咱信徒伫日常生活中间，就做盐，毋若伫发挥迄个表现盐的特质，搁较伫发挥盐的功能。事实上，盐毋若是有咸味呢，而且是真容易。甲迄个水，甲别款的水分调和，所以基督徒伫人世观念中间应该着进入迄个盐，会当发出迄个调和的功能，调和的功能嘛，毋是甲人袂合、袂做伙的。咱基督徒伫每一个时阵、每一个所在，都要有迄个调和的功能，毋通家己真容易甲人和睦相处，更会通帮助别人和睦相处。这就是主今仔日对咱的期待啦。我就对两方面，甲咱做思考，要安怎样来达成耶稣对咱这个期待。第一点嘛，就是要爱有迄个调和性的话，调和性的话语。
当咱知影讲盐有调和的功能的时阵，咱就会当体会讲耶稣所劝勉的话啊。伫哥罗西第4章第6节，伫遐讲话不是得温和，就是用盐调味，知影讲你安怎样来应答逐个人。讲话就爱有温和，有迄个调味的功能啊。所以通过迄个合宜的话语、内容、态度，互咱家己甲别人会当和睦相处，啊，嘛会当促进别人、促进人甲人的中间会和睦相处。基督徒就会当约束家己的喙齿，毋若无讲有的话，无讲批评论断的话，无讲白贼话，咱的话语得真和气。北京讲很和气，甲人讲的态度，啊，甲迄个语气吼，得爱真正和气，啊来讲迄个造就人的话，就是讲会当，虽然你要警戒别人、提醒别人、鼓励别人、安慰别人的话，属于迄类的话，咱就加讲过。诗篇17篇第3节，台北的祈祷。最后一句讲：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这嘛是咱所应该爱有的心志啊。有人讲要讲的以前，得问3项代志：伊所讲的话有真实无？啊，讲话动机有良心无？第三就是讲有必要讲无？啊，咱每一个言谈。拢会当用这3个原则来家己约束，安尼啊就一定会当活得真快乐，啊嘛会当受到人的欢迎啊。耶稣讲认识这种盐，咱讲话就爱做盐，会当产生迄个调和的功能。所以哥罗西4章第6节讲话得爱温和，爱有趣味哈。现代中文是讲。讲话要温和风趣，要很温和、很风趣哈。知影讲要安怎样来应答逐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所以，咱伫讲话时迄个语气、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我伫安阳院伫遐住2年外，迄个中间。有偌尼济阿公还是阿嬷，特别是阿嬷，啊个有一部分的是真实的牧师娘哈，讲得真歹，我毋是咧批评，是讲这做牧师娘的人踮伫迄个内面吼，过去伫教会还是伫因兜拢咧管人的哦，拢咧管人，所以伫遐嘛要管东管西，讲东讲西吼，哎哟。所以伫迄个内面，我做牧师，我拢甲因真熟，因嘛拢甲我真好。虽然我会无赞成，会甲伊骂，会甲伊苦劝，所以因嘛是拢会找我吼。所以下工遐个人拢甲我讲，张牧师，你伫安养院内面吼，对因有真大的帮助啦，互因减轻真正侪负担啦。无吼，因有去处理阿公阿嬷足侪迄个。袂拄好的问题吼，因着安尼听袂离，啊嘛安尼解说袂来，总是好在我伫咧内面，因拢甲我讲，所以我着有一我分担啦吼。意思是讲，讲话若安尼无温和吼，常常会得失人，所以就是感觉讲安尼，这阿嬷吼，这做阿嬷的人，伫迄个安养院内面，无讲话内面。无讲话的阿嬷嘛是足济啦吼，点，无安尼较无啥物话语安尼先安尼故意个安点，检查是较年老啊吼，退化，较无咧讲话，所以有人是会讲话，总是讲话拢会得失人。讲话得失人就是讲无迄个调和性的话语，调和性就是很和谐、很融洽，即个咧话语安尼讲出来吼，这真要紧。咱要讲话，要对人一个讲话，咱的态度、语气、心态，安尼要甲伊讲，要讲什么款的话吼，真要紧。安尼讲出来就是咩咩角角，吼，会互人感觉
真刺激，所以我拢遐安尼会得势人诶，无顺利，我甲细声甲讲，莫去讲啊，莫去讲啊啦，吼，莫去讲啊，莫去甲人讲，无人气你甲有，所以拢有时阵诶个人怨啊，咱台湾人讲个人怨啊，人家会讨厌你啊，是安尼，所以就真可惜啊。所以咱讲话的爱为了调和性，哈，融洽，很和谐，哈和人和睦，哈。所以咱爱对咱的真和气、和气、风趣这款的话语、这款的态度来讲话，哈，安尼才袂得失人，才袂互人反感。佮第二点就是活出有调和性的行为啦。当咱知影讲盐有调和功能的时阵吼，咱就会当体会到讲主耶稣看面的话，伫马可第9章53下半句讲，恁家己就要有盐的作用，互相和好，有盐的作用。咱逐个人要有盐的作用哦，这耶稣讲的哦，因为要有盐的作用，互相和好，通过安尼。真好的行为，互家己甲别人安尼和睦相处啊。也是要紧就爱，若家己甲人和好，就是你嘛会通互别人，互人甲人嘅中间和好啦所以真遗憾嘛，就是人年老吼，特别一寡牧师年入去内底吼，我是真甘心着啦，总是有一半也安尼。互社工感觉真伤脑筋吼，当然我毋是咧讲歹话，是讲人到最后才变安尼吼。年老佮特别入去伫安养院内面发生这个代志吼，甲济一人袂拄好，所以人嘛无爱甲伊共倒，吼，拢安尼，到后来就搬走安尼吼，拢无爱甲伊讲话安尼是，安尼就真可惜。像遐个人我拢甲伊真好，伊拢会甲我讲话吼。事实上，咱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唔通安尼，不是北京讲绷着脸，有的人吼种绷着脸，不是得失人，安尼袂通算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圣经则讲，恁家己内面应该都有盐，逐个人的内面都要有盐啦。耶稣讲的吼，只咱的心中无亏诈。会通真诚待人哦，对安尼才会通甲人和睦相处，嘛会通互人和睦相处。这就是咱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行为甲动机我今日分享一个真趣味的故事，一趣味的代志，就是真值得咱深思的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部落熟悉人。变要熟悉人来见面的时阵吼，因有一个行动就是爱吐籽。咱若熟悉吼，我籽吐出来，你嘛爱吐出来吼。有即款的习惯吼，检查咱袂惯习惯怪怪哦吼，总是对因来讲吼，这是一款的一款的礼数爱笑打招呼表示讲我是好人，所以我籽吐出来，你嘛吐出来，咱拢吐出来有即款的习惯这是因为古早差不多第9世纪的时阵有一个真残忍的皇帝叫做朗达玛，伊是一个统治者，但是伊做人家己。凶暴、刻薄，所以伊在位这些年中间，造成最多的罪恶，最后受人刺杀而死。死了后，人发现讲伊的籽是乌的各位，我的籽是红的乌的，红的啦吼，所以我毋是歹人你嘛毋是歹人迄款所以。咱会通交陪，咱会通熟悉吼。
就是讲愿意做朋友，所以咱互相投资啊。事实上，即个呢，心内无肯开闸，坦诚待人，兼无拄拄就是咱基督徒为人处世所应该爱持守的原则嘛。也是讲，恁内面应该要有盐，彼此和睦相处。我就话，咱会通做一个心地真纯洁、行为良善的基督徒来家己勉励。也是讲，恁是地上的盐，所以咱伫家庭、伫教会、伫工作环境、伫社交的活动的中间，就发挥盐迄款的调和的功能，用尽好的话语、行为来调和一切的人际关系，成做一个会通甲人和睦相处，佫嘛会通促进别人和睦相处的基督徒，用安尼来回应耶稣今日对咱的期待。佫第三项就是叫做盐有迄个丰富的作用，防腐，这是北京语啦吼，毋是道理。防腐就是讲防止腐烂，哦，袂晓歹去，袂晓烂去、臭烂，也袂晓迄个变质去，所以盐就是有即款的作用啦。盐有迄个丰富的作用吼，所以咱真侪人拢会晓生起来，物件甲伊生起来，较袂歹去，甲伊生起来较袂歹去吼。也是讲你是地种盐啦，湿味要安怎佫互伊？安怎佫互伊咸？啊，若无咸嘛，只有稀释互人吞达。所以耶稣要求咱伫咱生活中，都要做盐，毋若表现出盐的特质、功能，佫有迄个发挥盐的作用。事实上，盐的迄个特别的作用就是丰富、防腐啊。基督徒就爱发挥这个丰富的作用啦。伫咱生活环境内面方面，咱就爱持守咱所信的真理；另外一方面，咱就发挥组织道德伦理的力量。这就是咱的主耶稣对咱的期待。我嘛要对两方面来想讲，耶稣对咱这个期待，咱要安怎样来达成啊？第一点就是爱封闭家己，无互社会的歹习惯，也是不良的习俗来抹掉，当然叫做抹掉，污染，还是讲腐化啊！不要被那个社会的恶习、不良习惯所腐化。耶稣讲你是地上的盐的当时阵，耶稣嘛讲你是世上的光啊。这两项亲像是甲伊，然后解释讲。做盐做光的意义，耶稣所讲迄个，恁的好行为，甲这有关系。我即个来讲，地上的盐就是讲咱有好行为来见证上帝来见证咱的信仰，荣光上帝。一个人一般来讲啊，拢是有一种的毛病吼。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拢真够看出。别人的毛病，却唔知影家己的毛病啊！所以伫电视捌出现一个真成功的一个广告啊，讲舒适牌的刮胡刀啊，舒适牌的刮胡刀也广告也口号是讲，要刮别人的胡子啊，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呢，要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刮胡子。刮喙鬚啊，真侪男士啊，拢逐日爱刮喙鬚啊。刮喙鬚即句话，毋若是即个舒适牌的产品啊，甲伊这真符合吼。所以刮胡子各一个相关语是啥物？咱讲刮胡子意思是啥物？骂人吼，也是讲教死人吼，教死人，你互人教死讲新闻你家己刮胡子，特别是军中，常常被长官刮胡子
我负责就是互人骂啦，互人骂吼，互人教示啦，吼，所以这个广告嘛是提醒咱讲，当咱想要教示别人的时阵，咱就大声爱检讨咱家己啦。罗马人讲盐是上界清气的，清气的吼，伊是对上清气的两项物件来做成的。盐是安怎做成？啊？你捌去盐埕无？是安怎？海水，海水清气，日头嘛清气啊。这海水清气，日头清气，对这两项物件来做成的吼。所以基督徒若会通做迄个地上的盐吼，伊得有真清气的模样啦。咱目前所生活社会中有这种的现象，就是标准的降低、诚实的降低、守法的降低、正直的降低、道德的降低，差不多拢咧走下坡啦。基督徒就爱依持这个真宗教的标准。伫咱的言语上、行为上，甚至伫咱的思想上，爱保持迄个真绝对的纯洁。就是像龙雅告诉第1章27节的下半句所讲，佮保守家己无目着世俗的败坏。现代台语的翻译是讲，着保守家己无去目着世俗的腐败。所以耶稣讲，你是地上的盐，所以咱就做一个会通保守家己，无去目着这个对落变质的社会，即款无互伊所污染着，无去互目着。吼，咱在做一个即款的好的基督徒啊。佮第2点就是帮助别人，无互即个社会诶。不良的习惯、恶习来目着，还是来腐化，啦，封闭家己，佮嘛着爱帮助别人，安尼做。耶稣讲，恁是地上的盐，盐就是有丰富的作用，对咱周围人的道德行为，咱得发挥阻止道德沦落的力量，这是耶稣对咱的期待。美国第28任的总统 Wilson， 伊有一摆当伊拄着要推动某一个政策的时阵拄着真大的阻力，所以伊的秘书对伊有一个建议，讲会当用另外一种的方法，也未吼。伊考虑一段时间了后，伊就讲：你的建议袂歹，毋过我的顶司毋准我安尼做。伊的秘书感觉讲：真奇怪啊！美国总统都上界大的，到底你的顶司是啥物人？顶司啥物叫做顶司？咱你真够比讲比顶悬吼。咱岛内讲顶司管下司，搁来咧，低头管本机啦哈。真够讲，这是咱正讲的台湾话足好吼，足好的意思。顶司，咱有顶司管下司，低头管本机啦。所以总统先生啊，咱咧讲问讲总统啊，你上大个呢？什么人是你的顶司？迄个时阵，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创立迄个国际联盟的政治家，伊安尼因讲，我的良心是我的顶司啊，伊会支持我的工作。毋过，伊嘛会毋准我接受迄个有形性的邀请。事实上，基督徒毋若有迄个封闭家己、无社会的风气来目着的决心，咱嘛是着爱负起迄个帮助别人、无互社会的恶习、不良的习惯来目着这个责任啦。着发挥道德勇气来劝勉。来鼓励咱周围人离恶就善。耶稣讲，你是地上的盐，
咱来做一个会影响别人，无互社会的恶习、歹习惯、不良的习惯来抹掉有好的基督徒。所以，咱爱做一个有所为、甲有所不为的基督徒，来回应主耶稣对咱的期待。结尾来讲，耶稣讲：“你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去安怎互伊咸？盐若失味，就无路用，只有稀释，互人吞啖。啊，盐。” 要太失味，盐会失味袂？咱咧用的盐会失味袂？啊，袂啦，摇头吼。咱盐得盐咧，得盐放较久嘛是盐啊，盐嘛拢会用的啦，啊，圣经太安尼，盐要安怎太失味？盐要太迄伫外口，互人吞啖。原来犹太地也是中东的所在，迄个所在盐甲咱的盐无共款，因为盐是。盐是讲食盐啊，像石头，一粒较大粒，啊，这石头啊，石头的外面有盐啦，吼，有真个盐安尼，啊，所以因就是爱正手摕物件，摕菜，啊，正手摕菜，倒手。 摕迄块盐，迄块哦，这细粒盐物件，啊，搁迄个一粒盐，一块盐吼，啊，喙食一喙食物件，一喙爱煎迄块盐啦，煎迄块石头盐吼，啊，安尼用安尼来，互迄个食物搁较有味，安尼把它吞落安尼吼，啊，所以。 迄块盐，迄块哦，毋是迄粒，也是迄撮，是迄块盐，若咸味渐渐减少，到你完全失味的时阵哦，啊，迄块盐就像一粒细块石头共款，啊，都爱脱角，爱稀释，啊，这盐就是用，就是盐分一个用尽的石头，就爱迄伫涂骹，互人吞啖。 各位兄弟姊妹，耶稣甲咱讲，恁是地上的盐。愿咱听到这个真理，这个咱过去所捌听到嘛，捌得到，嘛拢知影讲啊，盐，你是盐啊，盐是盐，啊，知影盐啊，总是盐是安怎对咱的免疫驾驶吼，咱今仔知影讲发挥爱发挥盐的特质、功能、甲作用，用安尼来回应今仔日。 主所给咱的真理，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今日会通伫你的骹下来安静来学习。你甲阮讲，阮是地上的盐，盐伫阮的生活中是非常要紧，袂通无的物件，就是求你施恩帮助阮，互阮晓悟盐所应有的特质、功能、作用。 阮真正拢做盐来回应，今仔日你所教示阮的真理，是阮的本分，嘛，这个做阮自我期待。感谢你，祈祷靠做性命，阿妹。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话。 献诗553首，为主来做伊感谢，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为主来做伊感谢，我是真好朋友，愿主天堂来保佑。 为主来做感
咱游玩徛地，当心用速度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第十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米拉多人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咱即马请曾建明执事、尤佩瑜执事来司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这是咱同心来读本周的经句，咱读两摆。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安怎互伊搁咸？盐失味就无路用，只有迄霎，互人吞达。搁一摆。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安怎互伊搁咸？盐失味就无路用，只有迄霎，互人吞达。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好，那我们来迎新报告。今天有2位新朋友，一个是郑昌的女儿，我们请郑昌介绍。欢迎你。那另外有一对夫妻是娟慧老师的朋友，叫林心杰夫妇，有在里面吗？林心杰夫妇，欢迎有娟慧老师的朋友，欢迎你。那我们会后再去招呼新朋友。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还有我的女儿我们介绍我们张牧师的女儿，请。伊是伫美国最近倒来台湾看完，伊昨甲我载来
甲阮细汉查某囝借车，昨特别甲我载来遮吼，感谢，感谢。好，那今天呢，本主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感谢张刚荣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来证道跟分享。那谢谢张牧师。请兄姐可以为文字福音事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那今天的长执会因故延期。好，第二点，30日晚上7点半在绿地教室建堂委员与建筑师会议，请建堂委员可以拨空参加，也请兄姐为我们的建堂关心以及代祷。第3点，下主日为父亲节暨圣月纪念主日，郑明堂老师要前来请安分享，欢迎兄姐邀请福音朋友前来聆听，请兄姐也为圣月事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关于肢体消息以及我们其他的代祷事项，好，还有我们的聚会出席，都请兄姐自行来过目。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办公室做联系。好，今嘛请咱做伙来吟上言，献诗390首，乌老天父万福本源，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平安的上帝，国旗予恁一真正盛。祝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兄弟平安，咱后礼拜吼请即个郑明堂老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来分享即个音乐的即个信息欢迎咱兄弟会通邀请到一寡咱的福音的朋友会通同齐来聆听吼互咱安尼拄好会用借着即个音乐礼拜来甲着咱的遮想要关心、想要邀请的兄弟，互因有机会来到伫教会以上。